德国巴伐利亚号巡防航2日从威廉港启程，开始其印太使命。这是德国近20年来首次派遣军舰前往南海，要加入其他西方国家的行列，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这艘护卫舰预计不会穿越台湾海峡，但此次航行旨在强调德国不接受中国的领土主张的事实。中国官媒3日发文批评网游是精神鸦片，导致游戏类股动荡。中国官媒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3日上午发文，将网络游戏比作精神鸦片，并点名中国网络龙头腾讯王者荣耀，称网络游戏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应警惕网游危害。遭点名的腾讯承诺将对未成年用户实行更严格使用限制。以色列总理贝内特表示，以色列有能力对伊朗单独采取行动。据报道，贝内特周二在巡视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说：“我们正在努力团结全世界，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如何单独行动。”贝内特说，伊朗人用无人机袭击莫森街，意图伤害以色列目标。中国政府将欧盟外交官参访东突厥惨迟迟不能成行的责任完全推给了欧盟，并且强势表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可能退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许桂香星期五在北京就新疆议题举行记者会时表示，欧盟外交官访疆之行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欧盟方面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例如要求见面包括伊里哈木特合体在内的维吾尔族在押人员，他们要求会晤伊里哈木及其他罪犯，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徐桂香在记者会上说。阿富汗警方3日说，阿富汗代理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德在首都喀布尔的住所附近当天遭汽车炸弹袭击。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对媒体表示，一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在位于喀布尔第10景区的穆罕默德住所附近引爆一枚汽车炸弹。一些武装人员在爆炸发生后进入穆罕默德住所，随后传出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联合国批准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来打击种族主义的提议。联合国大会将全球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描述为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希腊奥林匹克委员会当地时间8月3日宣布，因4名希腊运动员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希腊花样游泳队已退出东京奥运会。